Hello，大家好，我係 Freesia。今次呢段 video 咧，想同大家咧一齊嚟去拆解下綠茶篇。咁喺嚟緊呢個0月入邊咧，我就會係集中咧去講綠茶呢一個茶類嘅。咁首先第一段片啦，我會先同大家咧去分析下咩叫綠茶，佢嘅一啲歷史背景啦，同埋佢嘅一啲風味，或者佢有啲咩出名嘅茶品行。跟住落嚟之後咧，就會每個星期啦，大約都會有1條咧至2條嘅影片咧，就係關於嗰一隻綠茶嘅一啲特色，即係我會詳細咁去解釋每一款綠茶。咁我期望咧，如果呢個系列做得好嘅話咧，我都可以慢慢咧去做埋黃茶、烏龍茶、紅茶、黑茶等等嘅。咁首先啦，就等我哋一齊聚焦下乜嘢叫做綠茶。簡單啲嚟講咧，綠茶就係屬於一種唔發酵嘅茶類。佢嘅製作核心咧，就在於盡可能咁樣保持茶葉最原始嘅鮮綠色嘅色澤，同埋清新自然嘅風味。佢關鍵嘅製作工藝咧，就在於殺青嘅呢一道工藝啦。茶農咧，佢喺採集茶葉之後咧，佢會迅速以高溫嘅方式嚟去處理咗啲茶葉，無論係透過蒸、炒定係烘烤等等嘅手段，佢嘅目的咧，都係為咗即時咁樣去終止咗茶葉之中酵素嘅活性，從而咧就防止一啲茶葉進一步嘅發酵同埋氧化，亦都係呢一個關鍵嘅工序啦，令到綠茶咧佢可以保留佢獨特嘅一啲特色。單從外觀上面睇啦，乾茶咧就多數都係呈現一個翠綠色嘅色澤嘅。沖泡咗之後啦，茶湯就清澈見底，你就會見到咧有一啲青綠色啦，或者係一啲黃綠色嘅色澤。而飲落去嘅風味上面咧，綠茶咧多數都係會帶有一啲清新鮮爽嘅口感，而香味咧亦都會涵蓋，譬如係豆香啊、栗子香、海苔香，或者有淡淡嘅花果香等等嘅。並且咧經常都會伴隨住少少嘅收斂性，即係我哋俗稱嘅澀感。而優質嘅綠茶咧，往往都可以將呢份澀感咧就轉化為一個悠長嘅回甘。而從成分嘅角度嚟講咧，綠茶咧就完整咁保留咗一啲茶葉之中嘅天然物質，例如茶多酚啦，尤其係兒茶素，或者氨基酸，例如係茶氨酸等等嘅。而呢啲咧都係點解綠茶成日都會同健康飲品互相掛鈎嘅原因之一嚟嘅。咁啦，等我哋再拓闊少少嘅視野啦，就進入去俾新手嘅一啲茶分類嘅6大茶類。咁中國嘅傳統文化茶體系入邊咧，茶葉咧佢主要依據咧其實係佢嘅發酵程度，更加精確嚟講咧係佢嘅氧化程度嚟進行分類嘅。咁你可以咧將呢個過程去諗成切開咗嘅蘋果啦，隨住時間嘅推移慢慢變色嘅一個現象。咁佢發酵程度越深咧，茶葉嘅一啲色澤啊、香味同滋味咧就會產生相應嘅轉變。咁為咗幫大家咧去建立一個整體嘅概念啦，咁我下面咧我就會去慢慢去講述呢個漸變嘅變化嘅。咁首先啦，完全未經發酵咧就係由綠茶開始。咁由於佢係清新鮮爽啦，代表嘅茶咧就包括有龍井啊、碧螺春啊，或者一啲日本嘅煎茶咧，其實好多都係嚟自綠茶嘅。跟住落嚟咧就係少少發酵嘅一種白茶啦，佢風格咧係比較清雅甘醇啦，例如白紅銀針同埋白牡丹。而入到去真正發酵嘅範疇啦，就係一啲香氣比較濃烈、滋味層次比較豐富嘅，譬如係黃茶等等啦。跟住下一個咧就係叫做青茶啦，咁亦都係俗稱嘅烏龍茶。咁譬如係鐵觀音啊、洞頂烏龍啊、大紅袍等等。跟住下一個咧就係全發酵嘅紅茶，咁佢就係比較溫潤啦，比較甜嘅。咁譬如有祁門紅茶等等啦。跟住最後咧就係完全發酵嘅一個黑茶啦，佢就係比較順口順滑嘅。咁譬如係普洱茶啦、安化黑茶就屬於呢一個種類。咁仲有咧就係茶葉基礎之上咧嘅一啲再加工嘅花茶，去令到呢啲香味同埋茶味咧互相交融啦。咁茉莉花茶咧同埋玫瑰紅茶咧就係其中一個常見嘅品項啦。我哋以綠茶作為起點啦，隨住發酵嘅情況咧慢慢加深，茶葉咧喺顏色啊、香味同滋味上面咧就會呈現一個系統性嘅演變嘅。顏色方面咧就會從未發酵過嘅綠茶啦，就慢慢咧變成一個全發酵嘅深啡色，即係譬如黑茶或者紅茶。咁香味層次啦，都會由一啲清新嘅豆香啊、草香過渡到去花香啊、果香，再慢慢咧去到蜜糖香味啦、甜香，最後咧就形成咗陳香同埋醇香嘅。
咁至於滋味方面啦，就會由鮮爽之中帶有少少澀啦，轉化為甘醇啦、順滑，就好似榛子朱古力嘅一個感覺。綠茶嘅歷史咧，幾乎咧係同呢個中國飲茶史係同步開啟㗎。佢係屬於咧世界上最古老嘅茶類嚟嘅。相傳咧就喺神農氏嘅時代啦，即係公元前嘅2737年，茶葉咧已經被發現咧係具有呢個藥用嘅價值。當時咧佢哋啲人係會直接咬一啲嘅茶葉啦，或者將啲茶葉咧煮成湯羹，咁亦都咧可以視為呢個綠茶加工嘅原始雛形。而咧真正意義上綠茶嘅製作咧係一路去到唐朝，即係西元618年去到907年，先至得到咧確立並且系統化嘅演變嘅。唐朝嘅茶聖啦，陸羽就喺佢自己嗰本曠世著作嘅《茶經》入邊咧，亦都詳細咁記述咗當時嘅一啲主流製茶嘅方法。將呢一啲採摘嘅茶葉啦，經由蒸青嘅工藝去進行殺青，跟住再搗碎佢啦，壓成餅，烘乾咗之後咧，就便於儲存同埋運輸。而呢種蒸青嘅團茶餅咧，就係最早期嘅綠茶經典形態啦。而佢嘅工藝咧，亦都後來係隨呢個佛教文化交流咧，就傳咗去日本，咁就深刻咁樣影響咗日本而家嘅抹茶同埋煎茶嘅發展軌跡啦。進入咗去宋朝啦，大概係西元960至到1279年啦。製茶嘅技術咧係嚟越精緻㗎，尤其咧對於一啲皇家嘅貢茶，譬如一啲龍鳳團茶嘅極致追求啦，令到咧當時嘅一個蒸青技術咧係達到巔峰嘅。同時咧茶文化咧從唐朝嘅一啲煮茶法，亦都轉變成一個風雅嘅點茶法，亦都係依家抹茶嘅雛形。咁就係將茶餅磨成粉之後咧，就沖點，然後就不停去揮擊。咁跟住呢一種品飲嘅方法咧，亦都係為而家日本茶道奠定咗基礎嘅。然而啦，團茶餅嘅製作咧，工藝係非常之繁複同埋耗時㗎。咁所以咧，去到明朝嘅時候咧，即係大概西元1368年至到1644年啦，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咧，佢好體諒一啲嘅平民。咁所以咧，佢就下詔咧，就係罷做農團，唯採芽茶以進。咁自此散茶嘅意思即係直接嗰塊葉嘅形狀啦，就成為咗主流啦。咁亦都咧關鍵嘅變革咧，就在於就係殺青技術嘅一啲革新，炒青法嘅一個廣泛應用啦，相較起一個蒸青咧，以焗鍋直接去炒嘅一啲炒青嘅技術咧，其實佢係更加可以激發呢個茶葉嘅香味同埋一個豐富嘅口感㗎。咁今日啦，我哋熟知嘅一啲龍井啊、碧螺春等啊啲經典嘅炒青綠茶咧，嗰個工藝咧就由嗰個時代開始咧奠定咗佢嘅基礎，咁令到咧綠茶嘅風味咧從此就擴大咗佢個版圖啦。綠茶嘅傳播咧就從未止步於中國嘅。喺唐朝嘅時候啦，綠茶嘅技術咧係經由一啲遣唐使啦，佢傳咗去日本嘅，咁所以咧就逐漸咧演變成呢個日式美學嘅抹茶道同埋煎茶文化。而去到17世紀，綠茶咧亦都隨一個荷蘭嘅東印度公司嘅商船咧首度入咗去歐洲嘅。咁最初咧就被視為一啲東方珍稀嘅一啲藥飲，後來咧就喺英國皇室同埋上流社會嗰度咧引發咗一個風潮，而後面咧紅茶就成為咗歐洲嘅主流，但係綠茶咧都保留咗一個獨特嘅地位。咁喺全球化嘅貿易同埋文化嘅交流之下啦，綠茶嘅種植咧同埋佢技術嘅傳播咧，亦都係去到世界各地嘅。但係咧，中國同日本咧，始終都係兩大嘅核心產區同埋文化體系，分別咧就係對應咗炒青啦同埋蒸青呢兩個技術流派嘅一個轉變。最後啦，俾少少新手嘅建議俾大家。咁第一啦，喺品飲嘅順序入邊啦，請大家咧要保持一個開放嘅心態去勇敢嘗試嘅。茶嘅世界咧係非常之大啦，即使係同一類別嘅茶咧，其實都會因為產地啊、工藝啊、年份啊，會有唔同嘅風味同感覺嘅。咁所以我會好建議大家咧，應該係多嘗試唔同類型嘅茶啦，同埋多做一啲比較嘅，咁先至咧可以揾到最適合你嘅嗰杯茶。咁接下落嚟咧，嚟到第二個部分啦，我就會去講其中8款比較出名嘅綠茶嘅一啲少少講解啦。下一個章節咧，我係想同大家嚟去詳細咁樣去進行一個分類啦，同埋佢代表嘅名茶。咁綠茶咧，其實唔淨止咁少嘅，仲有好多其他嘅品種啦。咁但係我就挑選咗其中8款比較出名嘅去同大家講解。
咁後面咧呢8款嘅茶咧，我會一款茶有1條片嘅，咁所以咧之後大家可以鎖定嚟緊1個月嘅內容，咁都會係綠茶篇嘅。咁因為我想大家可以即係快啲去追晒佢，就唔使可能1個禮拜等1條啦。咁所以咧呢系列嘅影片咧，我應該拍完之後，我會上得比較密啲嘅最近。咁所以如果你對綠茶有興趣咧，你之後都可以鎖定翻每一款綠茶會有1條片啦。咁首先咧，綠茶嘅世界佢係非常之豐富多彩啦。咁基本上咧，佢係依照嗰個殺青啦同埋乾燥嘅方式去進行分類嘅。你見到咧，佢每一個外形都好唔一樣，而其中咧炒青嘅綠茶家族就係最出名嘅。譬如啦，就好似呢個龍井茶咁樣啦。咁龍井茶咧，佢嘅外形咧就係比較扁平啦，比較挺嘅，然後佢都係光滑同埋係比較尖啦頭尾，咁咧佢嘅發源咧就係浙江杭州西湖地區。你見到咧佢呢度有2款龍井啦，一款叫西湖龍井，一款叫明前龍井。咁龍井其實係一個工藝嚟嘅，咁但係咧西湖龍井就係品質比較靚啲啦，相對地都會比較貴啲嘅。而我哋望到呢度啲茶咧，大家會唔會覺得綠茶就應該係要好綠色嘅翠綠色啊？但你認真望下咧，其實佢啲顏色咧係會比較偏向黃黃地嘅，而佢嘅色澤咧係黃得嚟又會帶少少嫩綠啦，或者係有少少好似糙米咁樣嘅顏色。咁而龍井咧就係喺宋代嘅時候就開始聞名㗎啦。咁喺清朝咧，因為乾隆皇帝好中意啦，所以不停推崇佢而成為咗呢個貢茶。而佢嘅香味咧，亦都係非常之清高持久，係帶有啲標誌性嘅豆花香、栗香。如果品質再好啲嘅話咧，譬如係獅峰山嘅龍井啦，直頭會飲到啲蘭花香嘅，滋味咧係非常之鮮爽同甘醇。而明前龍井咧就係龍井之中稍為好啲嘅一個代稱。咁佢咧就係喺清明前採摘咧，就叫做明前啦。而呢個概念咧就係嚟自於古代貢茶嘅制度。咁佢嘅葉芽啦係會比較細嫩啲啦，養分相對比較充足嘅，咁就令到佢個鮮爽程度咧係可以達到佢一個頂峰。而佢嘅香氣咧都係非常之雅致啦。滋味係好清甜嘅，佢個澀感係非常之低嘅。下一個工藝咧就係碧螺春啦，你見到咧佢哋都係一啲扭紋狀，好似啲毛毛咁樣嘅。碧螺春咧就係產自江蘇蘇州太湖嘅洞庭山。咁佢嘅條索咧係非常之細啦，佢捲曲咧就好似一個螺形狀咁樣。咁佢成身咧都會有一啲毫嘅，而咩毫咧就係你會見到有啲好似花粉咁嘅東西啦。咁嗰啲唔係發毛，亦都唔係塵嚟嘅，嗰啲就係毫嚟㗎啦。而咧你見到佢唔係綠色嘅，佢係有少少銀絲邊啦，有啲你會見到係銀白色嘅茶葉。而碧螺春咧，佢哋嘅種法咧係會茶樹同果樹夾住嚟種嘅，咁所以咧就會形成咗碧螺春有陣好獨特嘅花果香味，咁佢嘅滋味就非常之鮮爽甘甜嘅。個蒙頂甘露啦，佢就係嚟自於四川雅安蒙頂山，咁佢咧係中國有文字記載最古老嘅名茶嚟嘅，咁佢嘅外形咧都係一樣啦，係捲曲㗎啦。條索，而且係好多毫嘅，而佢聞落去咧個香味咧係非常之芬芳鮮嫩，滋味咧都係鮮爽回甘，係好濃郁嘅。而下一個咧就叫黃山無風啦。黃山無風咧佢個外形就有啲似雀舌啦，即係啲雀仔嘅脷咁樣啦。咁而咧佢係少少微曲嘅，咁亦都係有少少嘅毫喺上面啦。而且咧佢會有啲金黃色嘅餘味喺呢度嘅，即係你見到個尾咧。係有啲金黃色出現咗，咁佢嘅香味咧係清幽，好似蘭花一樣。佢嘅滋味咧係比較甜嘅。而下一個啦就叫做安吉白茶啦。點解一個安吉白茶會喺綠茶入邊呢？因為咧佢個名咧全稱應該叫安吉白葉綠茶。佢係綠茶嚟嘅個工藝，咁雖然佢個名叫白茶，但係佢其實係綠茶啦。而佢係產自咧呢個浙江嘅安吉嘅，佢嘅外形咧就好似羽毛咁樣，色澤咧係比較肉白啲啲，而佢嘅葉脈係好脆綠嘅。咁因為佢嘅氨基酸含量係極高，所以咧佢係會有非常之高嘅個鮮爽度。佢飲落去咧會有啲似雞湯嘅。
而喺呢個蒸青嘅綠茶之中啦，有個好出名，大家一定要識嘅就係恩施玉露。恩施玉露咧係其中一個被攞去日本發揚光大得好犀利嘅茶啦，即係日本咧好多嘅一啲抹茶啊，或者佢哋嘅茶咧都係用恩施玉露去做嘅。而佢咧就係中國保留翻嚟唯一一個傳統嘅蒸青綠茶。咁佢就係產自湖北嘅恩施，佢嘅工藝咧係可以追溯到去唐朝嘅。佢嘅外形咧係比較尖啦，好似啲蟲咁啊，即係好似啲松樹嘅針咁樣啦。而佢咧呢一個工藝嘅方法咧係最大程度咁樣去保留咗呢個茶葉嘅鮮爽，亦都係具有呢個獨特嘅海苔香味同埋栗子嘅香味。然後咧，最後就係空青綠茶啦。空青綠茶咧，佢嘅代表咧就係太平猴灰啦。你見到佢好長嘅，因為咧呢一個咧已經係我成罐入邊咧飲剩最尾嗰啲，所以佢會短啲啦，即係整翻啲碎碎。因為我本來嗰啲咧其實應該係可以再長啲，好似韭菜咁樣嘅佢。咁太平猴灰咧，佢就係產自呢個安徽黃山嘅太平縣，佢個外形好獨特啦。咁佢就係兩葉好一牙嘅，佢非常之扁平，好挺拔啦，亦都係好實淨嘅，即係硬度都比較高。而佢嘅香味咧係高爽持久，佢有好明顯嘅清明嘅蘭花香，而佢嘅滋味咧都好醇厚鮮爽，亦都有一個好獨特嘅韻味喺裡面嘅。